各位小朋友、各位老朋友啊，我今日来位呢係由於35年前1228有行家呢，嚟到嘅寫治國賦文，或者做讀書文。cái今年呢係第35年後嘅1228。嗰個上到我有同路一大邊嘅人，第3年啊，大家都同樣愛做嘅，嗰個喺外頭，按個寫差唔多參基本樣嘅東西啦，寫個宣言啊，同大家做個參考嚇。後邊就走入試圖吧嚇。我見我按照從下來叫亞太人嘅合法啦。從1988年12月28日萬我們運動實施，客家國家呢都3萬講客話，3萬教客話。不過現狀上的，大家呢按3萬都同樣，客話還係日見日少年不講。唔是結叫，還係呢我變到冇人會講嘅規劃。因為呢2023年12月28日，離母語運動足足35年，到底嘅過程一推嘢呢？我一推嘢呢係19世啦，我19世要基因呢將19世嘅客話教會20世也推嘢，20世啦，20世也推嘢。19世嘅人，當，聽阿爸阿妹在你，學會一度呢本天下人想嘅老舊事，但係我哋我教會20世也推你家下，時推呢規矩變態。本來坐到課堂，當門呢就學來嘅學法，一下呢，實愛명路一學，我學教一教。佢發現係個無章，一個用詞又差，係咪本人批評一太大？一個呢，教學法呢變到當難捱晒嘅事情。入上呢呢度一隻詩上朝祭拜，也係本就同個阿公我談到呢，清楚我都唔了。我先生呢教詩一條老以前做嘅木字題啦，我想一條用心搶救客話嘅老後生，色彩嚴防當代。喺講學客話呢，係有人但自然學習嘅太環境，就唔是搶救嘅嘅教學，咪都要攻打無路。咁所以搶救客話冇吞到破咗上唔快啊！大家愛互相包容、互相尊重，衷心奉獻，真要辦法救亞太嘅客家話。尤其對太環境嘅了解，我同政府去爭取學校媒體兩路嘅資源來傳播客話嘅基地。客家呢，出緊內度嘅事情呢，都得慢慢的來修正。他一般資源呢，都得行出一條大家都認同嘅做法。不說到學校要爭取學校正確合理嘅行業教學，唔好教學呢像阿下教無聊嘅，教到呢跳啊跳嘅。你想講師傅做師傅，唔好講變到屁股啊，做下就做下，唔是呢變到廚房。開始就開始。唔好講開始嚇，拄好出去就拄好出去，唔好講出去。除了學校嘅教學以外呢，對教育部文化部也同樣按照語言法嘅規定，做唔定認聽名稱也講分別傳播，家呢做得唔公平。像呢以後嘛，好多班呢按照台語。客家話呢按照台客語，也係民族嘅名稱。其他呢像國務天師喺個無能力全面用客語播出，也係呢客話呢弱勢嘅情況，進度好用無奈好嘅傳播方式，後來呢都改變。還有
客家委员会应当要拿出大部分的经费来奖励推广客家话，唔是好像有限嘅预算来盼按到东南亚嘅发通，尤其要按到年一次加强新客家人嘅运动，唔单止客家穷养难救，还将行业的分新 Q 两派。你请问，样板真系新行业，冇啥用岁数来分啊？这就是要推人啊，系 Q 客家人；人事事要推呢，真系新客家人噶。相起来，色彩含香。你讲大家3万表面还救唔到要推人嘅客家。天窗呢，我本去搞不卡，修个头上来说我，都是你的门，你同人子讲行冇？你为呢都要什么？我向人讲冇。我呢听到对我讲怪些，你的门人讲，你讲嘅系实验冇？你上得乱嘅几万啊？如果讲，確係。假使你滿足嘅講，愛講嘅客家有爭冇，足嘅我講，結個怪，奇古怪啦，奇古怪。24嘅客家，現在社會改變，現在網絡媒體變到東南搶救。如果大家呢，順勢找到，利用社會改變，利用政策的規定，利用學校教育呢來搞客家。目前呢，我比上一代人呢，更加有自己傳承人嘅客家話。最重要嘅呢係愛同心合作，順心順意，冇分派分黨，浪散。每年大家要按個小派起來，參加搶救婦女嘅運動，來救亞太嘅客家話。我希望大家嘅3萬就係歷史嘅見證。感謝大家。好，為你送上，剛才你嘅羅告訴大家唱下來就倆推面嘅客家話，好唔好？好。好。